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台安社区大学辅导汉语习词语创办讲师何德强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生活中的台湾河洛话。咱台湾河洛话有足侪特色，只是大家无啥了解而已。咱台语有四声八音，是一种有旋律的语言。你若册慢慢读，诗词慢慢读，伊自然迄个 melody 就会出来。你听起来就足有音乐性。咱台湾河洛话，佫一个特色就是文读音甲即个调理音，拢人做伙利用。三种文读音，简单来讲就是读册的声音，读册的声音。比如讲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咱伫讲地号名，罗东、台东，即个罗东的东是文读音，台东的东是调理音，大家拢都能利用。咱台语台湾河洛话有两个大系统，一个是漳州腔，一个是泉州腔。毋过因为长久以来，咱伫台湾因为生活做伙，所以语言嘛南做伙。比如讲阳明山、阳明山，这是泉州腔。来讲阳明山，这就是漳州腔。其实你不管用倒一个腔口讲，大家人嘛是拢听。咱台语佫一个较熟悉所在，就是短短一句，就包括两三种语言。比如讲白衣的即个你服务的，你穿吉的乌瓦衫，有一工要穿来，就去报告，人摕去穿来讲，乌瓦衫，讲要穿遮，你看乌瓦衫讲要穿遮，这短短一句的就三种语言哦。乌瓦伞是日本话，伊讲这就是台湾话，切遮，这就是北京话，咱讲的北京话。